阿摩斯书第六章，恁住伫锡安无看无路，住伫撒玛利亚山无烦无恼的人，恁惨啊！恁想讲家己是以色列人民所倚靠，是万国有名望的领导者，恁着过去教年看，搁去大城哈马，然后落去非利士的迦得，看恁两国将有比因较强，恁的领土将有比因的较宽。恁想讲有甲灾祸的日杀远远，颠倒互强暴的统治活来。恁倒伫像牙的面床，偏伫梯椅，食羊群中上好的羊仔，牛槽内肥搁软的牛仔，逍遥唱歌，亲像大笔，弹琴作诗。恁啉酒一碗煞一碗，我上好的朋友，毋久无为着以色列得要毁灭悲伤。所以恁为大声受领，逍遥宴乐会结束。至悬上主万军的统帅上帝，记家己立誓讲：我仰恶以色列的骄傲，讨厌因的强殿，我要将因的城甲城内的一切交互对着。一间厝若邀请10个查甫人，因嘛拢会死。死人的亲情来拖生死去烧的时，会对厝内的人讲：还有人甲你做伙无？伊会应讲无，搁讲毋通出声，毋通提起上主的名，因为上主发出命令，伊会甲大间厝讲喙。甲细间厝讲甲喙糊糊，马减话当伫岩石顶奔跑，人减话互牛伫海里耕作，恁竟然互公平成做独菜，互公义的果子成做蒲草，恁才会征服落底巴的人。夸耀讲，原剑毋是靠家己的气力攻占家庭。上主万军的统帅上帝安尼讲：以色列啊，我要兴起一国攻击恁，因为压制恁，对哈马隘口到阿拉巴的山谷。